继续来看财政收支未分发，这个计算公式的问题继续来探讨。针对着中央减少台北甲台中坐运的补助，两位市长蒋万安甲罗秀燕拢表达不满。民进党南部立委今仔日是联合来开记者会，讲这个纳白提出的财违法。 唔拿公式出包，搁东北轻南。即摆是调野，拢呼吁行政院爱提出着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来化解纠纷。重修财化法。 做会话考核，民进党南部立委差不多到齐，即个纳白所提出的财违法，唔那公式有问题，佮严重重北轻南，讲到高雄台南捷运建设问题。高雄在明年度减少173亿，这对我们的轨道建设来讲，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蒋万安还出来说什么？中央有哪一些本来有补助的变成不补助？你已经拿那么多了，你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1毛钱。 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，因为面对财违法修正了后，行政院嘛要求钱随事权的移转。蒋万安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对中央新的预算的分配并无满意。因为明年我们应该至少可以先拿到42亿，可是现在中央核定下来只有1.68亿。 不过，交通部处长吴胜元讲，新版财违法修法了后，交通部本来是2200亿个公共建设的预算，包括对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经费，被剁一半，剩1101亿。修法了后，台中市新增加295亿个收入，只要拨出其中的1/7，就当让这个捷运工程顺利推动，免停工。台北市更加加452亿个税收分配，只要拨出其中的1/10，就这个能力编足捷运的建设需要。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，交通部明年已经拨60亿台北的捷运补助，已经超出吴处长所讲的新增加统筹分配款的1/10。 所谓新增加452亿，已经和中央扣加无够用。我们就希望行政院再提一个地方制度法的一个版本进来。公示的错误的部分呢，当然是应该由立法院这边来处理。行政院要处理的是可长可久的一个全盘的版本，我们持续在研议当中。调也拢希望行政院会当提出行政院版本的草案，嘛讲最后敲会平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